大家好，今日我哋思想嘅係高露潔先生嘅見證。高露潔公司嘅創辦人威廉高露潔先生 William Koch 喺1803年，當佢20歲嘅時候，為咗銷售肥皂，隻身從英國去到美國紐約打天下。臨行之前，一位熱心嘅老船長叮囑佢，無論如何必須謹守4項嘅原則。第一，你要做一個善良嘅人；第二，你要盡心盡意侍奉耶穌基督；第三，你所賺嘅錢要榮耀神，要奉獻1/10；第四，做生意要講信用，每一塊嘅肥皂嘅重量均要足夠，唔可以偷工減料。如此一來，神必定看顧你，使你嘅事業興旺，財富增加，福杯滿溢。結果喺3年嘅努力之下，終於喺1806年，佢註冊登記一間以生產牙膏為主嘅公司。公司成立之後，高露潔先生謹守老船長嘅叮囑，經營事業，並且將一切嘅榮耀歸俾神。而且佢熱心於教育、慈善、公益事業，所奉獻嘅遠遠超過1/10。後來神大大賜福佢嘅事業，賺嘅錢更多，奉獻亦都增多。弟兄姊妹，聖經嘅話提醒我哋喺馬拉基書第3章第10節，萬軍之耶和華說：你們要將當納的1/10全然送入倉庫，使我家有糧，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，傾福於你們，甚至無處可容。喺腓立比書第2章15節，聖經亦都咁樣話：使你們無可指責，誠實無偽，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，作神無瑕疵的兒女。你們顯在這世代中，好像明光照耀。弟兄姊妹，我哋要認定，今日供應我哋生活需要嘅，唔係我哋嘅老闆，亦都唔係我哋嘅客戶。只要我哋誠實，我哋勤勞，而且我哋願意奉獻嘅時候，神一定會大大嘅賜福我哋嘅工作，賜福我哋嘅事業。